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昨国内又个新增加6个人患着武汉肺炎，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哦。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若市民众唔是一定需要出国去第3级检视的国家，等来到台湾居家检疫14天哦，拍算无要互这个人一天1000块的补助，上紧今仔就会公布。另外，因为国内防疫相关规定哦，阿联酋昨暗开始要停飞台北到杜拜的航线。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原本6日通机场旅客出没偌济，因为指挥中心规定，对17开始，为欧洲27个国家到杜拜入境台湾旅客要居家检疫14天。阿联酋航空决定15暗飞最后一班台北往杜拜了后，这个航线无限期停飞。原本是预计什么时候才会？19号。19号。因为这个疫情，我看没有这么快。是。可能如果这班没有搭到的话，可能我看到4月底都有点问题。就是我们本来是明天的班机，然后阿联酋突然通知说，就是明天的班机全部取消，所以就是我们就来机场看说，那可不可以改成今晚的班机回去？因为工作或者是亲人伫国外旅客，15暗唔知影消息，到通机场改机票，希望赶最后一班的航班。这条人拢讲真幸运，应该算是很幸运，要不然可能巴西也停止亚洲跟欧洲的飞机回到台湾，所以可能下次要回去可能要等很久才。那今天是原本就预定好今天？本来预定好了，刚好幸运碰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5个提醒埃及旅游已经建议到第2级警示，提醒民众去遐爱加强防护措施。对国内一天增加6例确诊，佮全部拢是境外移入。指挥中心已经研究相关的处罚，若是伫无必要情形之下，甚至有出差或者是丧事等特殊原因，也是要去第3级国家的民众，等来台湾居家检疫14天，特别领逐天1000块的补助，佮有可能会向处罚。政策上紧16就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加上昨上新的来病例，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计共有59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昨是国内增加上侪患着人数的一天哦。这类病例拢是因为出国去佚佗。陈时中嘛呼吁大家啉者暂时莫出国去耍。6个确诊的案例，好，这大概是我们这么久以来一天里面最多的新发生的确诊案例。武汉肺炎确诊一天6例，全部是境外移入。创下一天新增加病例上最纪录。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这摆确诊病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因为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我们也现在机器开始再往前14天去做主动性的筛检。指挥中心表示，新增加病例案例54是北部30多岁男性，2礼拜连假北到泰国旅游，3个岁甲朋友到日本北海道回国了后出现感冒症症状，就医了后确诊。案例55是北部50多岁男性，3个岁到埃及旅游回国了后确诊。案例56甲57是北部40多岁男性，甲北部70岁女性，3个岁到土耳其旅行是共团团员，13回国了后就医确诊。案例58是北部20多岁女性，今年已经到西班牙读册，13回国了确诊。案例59是一名北部高中学生，已经甲厝内人去希腊旅游，3月5号回国了后出现烧症症状就医确诊。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59例，其中境外移入有32例，本土病例是27例。每一案目前都还是以境外移入来做设定啦。第59案它是比较期间是7天嘛它到底周边还没有什么人有感染嘛那这个都可以去厘清。因为欧洲疫情急速上升，病例数已经超过3万例，国内也发生侪则欧洲境外移入病例。指挥中心针对欧洲27国已经下达3级的旅游警示，17透早才正式生效。不过，其实早在10时下晡2点就要求对欧洲返来台湾的人，爱伫厝隔离检疫14天，也引发外界质疑。我们准备的越晚那可能这个拓展的就越多那对我们的一个安全会造成一些实质的影响。一天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来源包括澳洲、亚洲、非洲甲中东。伫无所顾的情形下，外界烦恼造成社区感染。但是中讲，这阵用做就是加强疫情调查、隔离感染源。
疫情什么时阵达到最高峰？伊强调，伫欧洲疫情爆发了后，变加更加难以预测，无排除疫情的一波算一波。台湾防疫绝对袂用松气。记者综合报道。昨新增加的其中一个病例是住伫北部查埔的高中生，伊他的班级必须要停课14天哦，因为这个高中生回国了活动是非常的多哦，目前是找到16名的接触者，佮继续的追踪中。学校进行彻底消毒，所有的动物也会量体温，为了防堵疫情拓开，各级学校也配合全力备战。不过，疫情指挥中心伫15宣布的6间境外移入确诊内底，有1名北部的高中男学生。所接触的主要是跟他一起在做运动的人啊，那有时候他有去一起吃饭啊，一起吃饭的这些人，主要是这些人，还有家人。这个学生1月份甲出来的人去希腊旅游，3月15回来台湾，12月13陆续发生脑痛，抑有扫假症状，15甲确诊。因为异地回来台湾到确诊中间，国内活动时间较长，也有真侪课外活动。即阵先锁定16名的接触的人，同时也继续来追踪。按照停课的标准，达到要停课的要求，这个学校会被我们列为重点学校。因此，在它的有关口罩等等的防疫物资上，会比一般的学校我们再多予支援。这个学生坐在这个教室的位置啦，那是不是有跟这位老师、跟他的授课老师之间有没有其他的互动的情况？那这回调查之后呢，再决定到底是要做居家隔离，还是只要健康关怀就好了。不过，因为这个学生回来台湾到即阵已经有一段时间，是不是造成疫情伫社区拓开？指挥中心坦白讲会烦恼，不过也会赶紧来做好疫情调查加隔离接触者，相信这个做法会对社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武汉肺炎，目前伫全世界活着人已经超过1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已经有80849个病例，死亡人数有3201人。台湾总是新增加来的病例，目前是59例。香港有148例，日本818例，南韩有8162例。中东的国家，伊朗已经超过13000个人活着。伫欧美国家，意大利是愈来愈严重，超过24000个病例，死亡人数嘛超过1800个人。美国有将近3000个病例，法国有5400例，德国超过7000例，英国有1372例。再来看欧洲的意大利哦，目前已经超过24000人活着，1809个人死亡。西班牙嘛超过7000例，德国跟法国嘛拢有超过6000例，已经是无收煞。所以有各国媒体拢指出，台湾相关的防疫措施哦，值得学习。以色列总理嘛讲哦，要来学台湾的做法。武汉肺炎拖到全球，目前全国病例超过200例，以色列超人部署，除了限制各国入境，当地则是宣布餐厅、酒馆、购物中心关起来，嘛禁止10个人以上聚会。אמרתי שאנחנו עוברים לשגרת חיים אחרת, אז כל מה שקשור לתרבות הפנאי יופסק, החל ממחר בבוקר. 总理纳坦雅胡公开欧陆会当学台湾的防疫经验，这次防疫的亲像作战，要采取特别措施，拍算用网络的监控技术，对增加确诊患者有接触的民众。欧洲疫情一直拖，德国甲法国累计拢超过5000例，西班牙更是破7000例。德国内政部宣布，当地16早起开始对5个国家关闭边境。Meine sehr verehrten Damen und Herren, ich habe heute entschieden, dass an den Grenzen zu Österreich, der Schweiz, Frankreich, Luxemburg und Dänemark Grenzkontrollen an den Binnengrenzen vorübergehend wieder eingeführt werden. 上严重的意大利过去一天增加超过3500例，死亡增加超过360人。意大利累计病例已经破24000例，1809个人死亡。15个传出贝加莫省切内市70岁市长瓦洛蒂因为武汉肺炎过往，是意大利第一例因为疫情死亡的市长。安那梵蒂冈14日宣布，由教宗方济各伫复活节期间主持的圣召庆祝活动，无开放信徒出席，改用网络直播。美国疫情到台湾时间早起6点，累计病例已经超过3500例。联储会当地15个一摆调降基准利率4倍，来到0%到0.25%的目标区间。刚一天，纽约宣布，所有公立学校拢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传到全世界哦，中国为了要阻止境外移入的病例，北京市今仔开始，所有入境的人哦，拢全部集中隔开观察14天。这段时间的费用是自费的，2礼拜爱带票28000块。当然啊，疫情嘛有增加的趋势哦。马来西亚15就增加190个病例，泰国增加32例，拢是疫情爆发以来增加上济一天。关键疫情管制出入马尼拉的所有车路，针对出入的乘客，拢要量体温。菲律宾首都15开始执行1个月封城命令，主要是限制马尼拉对外交通。Kalau tayo magagawa, kailangan sumunod tayo sa protocol. Kung ayaw nating lumala, dapat maging masunurin pa rin tayo. Konting sakripisyo lang para konti ang damage. 包括出入马尼拉的所有车路，还有暂停马尼拉机场的国内航班，希望减少交通量，降低传染风险。不过，东南亚疫情渐渐增加，马来西亚15增加190个确诊，创1天的新高；泰国增加32例，同款是创1天上济纪录。那北京机场的工作人员穿防护衫对旅客进行检查。中国为了防止境外输入案例，北京升级防疫措施。对16饭店开始，所有入境北京人员全拢集中隔离14天，费用差不多新台币28000块，爱民众家己出。因为中国境外输入未增加案例已经超过本土增加案例。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市已连续10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湖北以外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自2月27日以来均在个位数，已连续3日为0报告。军队喷消毒水对补习班每一个所在消毒。东北的南韩15家增加76例确诊，是顶个月20日疫情爆发以来，南韩新增加病例头一摆较无100人。韩国卫生官员强调，疫情已经有较控制。 신규 확진자는 76명이고 격리 해제는 120명 증가하여 전체적으로 격리 중 환자는 감소하였습니다. 日本出现第2件第2摆确诊武汉肺炎的病例，沙丁县政府表示，这个70多岁日本男性不在选择公主户，6月14确诊了后隔离治疗，3月7日出院，14个1摆确诊感染。 目前日本境内无包括三条公司户确诊病例，是已经有839例，其中有24个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大多数拢是一份好天，只有华人台东地区会落淡薄雨。来看温度，有日头的好天气，会到礼拜3哦，会到拜3，明仔载冷空气减弱，温度会回升。日时的天气真好哦，早暗会较凉冷。天气虽然是真好，也毋过爱特别注意空气污染。为今仔到拜3哦，中部以南，特别是云嘉南地区哦，空气品质预测拢是柑仔色顶级。温度部分哦，今仔透早北台湾的温度上低只有13度，新竹苗栗以北是无到10度的天气哦。其他的地区温度上低大约是14度到17度，日时大约冷气团减弱，所以温度会回升哦。东半部温度上悬差不多有到21度，北部会到27度，中南部大约是25度到27度。未来的这礼拜天气拢算是袂歹。 再来看高丽菜的价销又搁要帮盘咯，山地价销即马1公斤只剩无到10块。中华都农民哦，因为请人来采收是袂好，所以规期个开放民众来家己来办，一粒只剩10块。田内底高丽菜大粒搁把钱，民众带着小朋友买甲真欢喜。不过农民看了是真唔甘，因为高丽菜价搁拉甲真低，小弟12、13块啦，1公斤啊，1公斤啦，哦，一粒10块俗啦。 头家心的智慧就影啦。农民讲，因为雨水较少，菜叶加减拢有糖加，影响着卖相。加上产量大，产地小果价1公斤只有12、13块，就连菜商嘛无够工钱，规矩开放一粒10块家己办。而来到传统市场，买菜人潮变多，民众感觉确实菜价小袂少。疫情的关系哈，餐厅的人现在比较不敢去啊，结果反而哈，大家都在家。 煮菜，菠菜啊，已经都是10来块了。菠菜、白菜、青江，现在目前菜价真的都很便宜。
民众讲菜价普遍变俗，尤其香菜类上有感，加上疫情延烧，减少外口食的机会，现在都会加菜降一寡。而中华溪湖果菜市场表示，上大宗的高丽菜，产地价上价来到10块到12块，中价会使讲剩一半。包心白菜上价10块，中价勉强维持伫7到8块，而花菜的均价是9到10块。根据启动补价所果，才会使维持伫13块。整个状况来分析的话，往年3月份是这种你做蔬菜跟这种夏季蔬菜的衔接期，价格应该不是这么低落。中华溪湖果菜市场表示，虽然进货量平稳，不过整体均价还是只有11块，跟往年同期相比，确实价了袂少。除了疫情后需求减少，香菜类的产量伤大嘛是原因，估计要到1个月了后，才会渐渐来平稳。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超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先来看《澎哥日报》，昨国内新增加来境外移入的病例哦，其中第59例是北部一个查甫的高中生，伊伫正月份甲厝里的人去希腊佚佗，3月初5返来到台湾，嘛已经伫学校上课1礼拜咯。指挥中心是宣布讲，这名高中生的班级停课2礼拜。这嘛是目前国内因为武汉肺炎的病例第一个停课的班级。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哦，这个案例是真使人烦恼会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再来看《中国时报》，台湾防疫效果受到美国的重视。美国在台协会 AIT 暂时发表声明讲哦，表示会加强甲台湾卫生福利部合作，做伙来研发疫苗甲相关的药物。再来看《联合报》，沙烏地阿拉伯甲俄羅斯两大產油國伫咧拼計數，再加上武漢肺炎的疫情，造成各界原油的計數崩盤。中油是宣布講，為今仔開始哦，汽油的計數每公升要落3塊8價，柴油是落4塊，這嘛是有史以來落價上濟的一屆。再来看，昨台湾新增加防疫的病例，有一个是去带团去埃及的导游。指挥中心嘛宣布，要甲埃及的旅游已经建议登记升到第2级哦。民众若属伫台湾时间3月14，就是顶礼拜六下晡2点以后，为欧洲27个国家佮杜拜登来到台湾，就需要伫厝内检疫14天。3月29号的晚上12点钟，跨30号的凌晨0点钟就解禁了，就可以进行外出。那每天呢都会有里长打电话就进行关心，那请你电话拜托一定要记得接哦。一个桃园国际机场特别通知需要配合14天的地处检疫。指挥中心10拜六临时宣布，欧洲27国甲杜拜，伫台湾时间3月14下昼2点了后，才登机转来的人需要接受14天的地处检疫。为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来的班机，伫台湾时间3月14下晝4點起飛，乘客只差2點鐘就免隔離啊。在国外读书，可是住台湾。住台湾就对，然后学校那边都停课了，所以家人叫我赶快回来。从荷兰飞来，那边已经每一天都大概100多个新的例子，就很恐怖。就他们都没有在检验的，其实，而且我在那边的机场也都没有看到人戴口罩。民众看到欧洲疫情严重，拢欢迎，也是愿意配合地处检疫。因为身边免不了有当地同学朋友已经患着病毒，不过欧洲申根国家等27国加杜拜旅游疫情要到17才会正式升级到第3级警告。国内新增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来自埃及。指挥中心15宣布，自即日起，埃及旅游疫情提升成第2级警示。埃及升到第2级的警示，可能他有时候觉得很重要的旅行安排都很久，不过真的千万要忍一忍。疫情中心指出，埃及知名景点尼罗河游船发生几件大型团体感染，而且埃及病例数有加高的情形。目前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合计起来，已经有20例为埃及转来了后发病的旅客。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民众忍一下，若讲会当迈出国，就尽量迈出国。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伫欧洲是拖甲真厉害，传出英国政府拍算要互6成的民众家己去画着，所以会使家己来产生抗体，就袂阁惊病毒咯。也毋过国内医生是认为英国这款的做法是真离谱，嘛强调讲台湾目前是希望会使来争取愈较侪时间，赶紧甲疫苗做出来。
武汉肺炎疫情欧洲大爆发，也毋过英国紧急防疫措施，外界讲真佛气，包括无禁止大型集会，轻症头的人休困7天，甚至连学校也无停课。传出要互大约60%民众着病，经过治好了后，得到免疫力达到群体免疫目标，也毋过外界批评，根本就是强者生存防疫法。我们要建立群体免疫，一定是用弱毒的疫苗，我们不可能去拿一个自然高致病性的病毒去制造群体免疫。那个是一个荒诞的做法。医师认为，英国采取的群体免疫目标风险上大，这当当作最后手段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因为台湾民众普遍无被感染无抗体，需要伫今年寒天后一波疫情来的时阵，研发会当用的疫苗。若无恐惊的社会上会感染的族群，也毋过台湾伫这波疫情中，全球防疫上到位，靠的毋是运气，而是足足准备17年。自从 SARS 完以后，我们就每年都会有一个收治的演练。如果确定的病人是传染病的话，就会从一个病人的一个收治的一个路线送到负压隔离病房去。那这每年都会做演练。17年前 SARS 爆发，台湾互中国打压，世卫组织将咱击杀伫外口。也毋过台湾政府也会记咧教训，这17年来，疾管署一直咧准备，一直演练。即马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台湾防疫全世界拢看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西班牙的消防队最近是做出一种消防机器人，伊会使先入去火场，若是火场的温度上过悬，就会主动传信息给指挥中心，伊嘛会使来侦测火场内底的烟雾，追踪消防人员的健康。咱做伙来了解。伫实验的森林火场，消防人员装备加一个手机差不多大的人工智慧监控器。浓雾的浓度、湿度和温度，伫感应器的接收之下，全拢变资料，随时传送登去指挥中心，做出指示，互消防人员的安全加一份保障。过去真侪消防人员对火场破断，拢是外靠专业知识、经验应变。毋过若是火场其他看袂到危险，或者是有情形发生，拢真有可能造成消防人员伤亡。Sí nos estamos dando cuenta de que cada vez pues hay más conscientes de que estamos delante de un elemento tóxico en el cual primero lo que tenemos que hacer es identificarlo, es decir, qué es lo que nos está pasando, qué es la concentración de humo, cómo estará ese bombero dentro de un tiempo, si lo podemos utilizar, lo podemos apartar. 本身就是消防人员的好例啦，伫出入火场的时，定想到消防人员救别人的命，毋过想来保护消防人员，有真侪职业伤害，树立伤侪浓烟，嘛看过队友拄着不幸。落尾，伊加入西班牙这个新创团队，专门针对消防人员研发出这个监控器。En nuestro centro de control, una serie de alertas verde, amarillo y rojo sobre el estado de cada bombero, sobre las condiciones meteorológicas, sobre las condiciones ambientales que está viviendo cada bombero mientras está apagando un incendio forestal o una quema controlada. 青色表示消防人员健康真好，黄色或者是红色表示指挥中心要针对消防人员采取行动，亲像撤离，未来该当登记追踪消防人员的健康状况。若监控器所接受数据，整拢入去资料库，会当分析地理学习，甲变案例经验。伫火场毋但当帮助消防人员，未来嘛会当互外界了解消防人员伫火场到底经过啥物。这个人工智慧创新科技得到2019年 Code4Code 全球挑战赛最高荣誉。Code4Code 是 IBM 联合国美国红花顶组织联合发起的一项5年3000万美元计划，鼓励新创团队、学术机关甲企业开发者替自然灾害预防、应对甲重建找出好办法。记者综合报道。铁达尼号船难发生了后，捌透过船顶的电报机传出救命的信号，嘛救出真侪人。最近美国就有公司希望会使去海底，甲这台电报机扶起来。也毋过代志亲像无遐尼简单，那么做回来看卖。船只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藏伫要我3650公尺的海底，嘛已经108吨啊。一间超找泰坦尼克文物的公司，总部是伫咧美国亚特兰大 Georgia 州。这几档嘛找出差不多有5000多件甲泰坦尼克有关的物件。泰坦尼克伫1912年4月14日半暝11点40分弄到冰山了后，伊为船顶发出支援信号的马克利电报机就伫要歹去啊。公司望甲迄当阵上先进的机器扶起来。So we're at a point where the Marconi is really in
detrimental area where we believ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 will fall in upon itself, leaving the Marconi sort of to be lost to the seafloor. Titanic 号的公司坚持要把 Marconi 电报机浮起来，因认为这绝对有必要。不过，若要找出电报机，就要破开船体残骸入去船舱内底，这就违反进前法院的命令。若民众对敢要把 Marconi 电报机浮起来，嘛拢有无同的看法。I think there's enough video footage. I think there's enough stuff being taken up. I think again you've got to respect the fact that what happened and the history behind it, the people that unfortunately perished during that unfortunate voyage. So I think by taking them up, it's actually going to give us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imes. And sitting down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they're only going to corrode and disappear. Titanic 号公司按算今年8月的时阵要执行甲电报机浮起来的计划，伊嘛提出上新的计划书，强调用上无影响的方式进行。不过，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坚持，若是要浮起来，就要证明这是符合教育、科学、甲文化利益等等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咯！台湾羽球选手戴资颖伫全英国公开赛拍败目前的世界球星中国的陈雨菲哦，小戴伫冠军的比赛连赢2场，摕到今年伊的第1座冠军，嘛重新来争做世界球星。台湾羽球选手戴资颖伫全英公开赛冠军战面对中国目前的世界球星陈雨菲，我靠这个回击，先以21比19抢到头一局。第2局双方失败，战到平手。戴资颖伫14比13领先的时，才连续摕4分，扩大领先。这个赛末点，戴资颖抢攻，逼陈雨菲回球出界，才顺利摕到冠军。戴资颖以21比15抢到胜利，迎接个人第3座全英公开赛冠军。加上这个冠军积分，伊这礼拜会重新变球星，是生涯第148周的世界球星。那周天成这个回球裁判判解内，不利个对手丹麦前世界球王安塞龙挑战成功。经过解判，毛周天成以13比21输头一局。这场男单决赛，周天成向对手牵制，到第2局还是落后，最后一球出界，让安塞龙摕到冠军。周天成伫全英赛摕到亚军，创下台湾选手男单上好成绩。咱国男双李勇甲王世玲，伫前一天的4强赛向印尼组合拍败，无缘进入决赛。不过进入4强，台湾创下赛事男双上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根据海地媒体报道，台湾驻海地大使刘邦迪亲像甲海地总统的会谈的时阵哦，去讲到甲国家主权相关的话题，互因当地要求爱离开哦。伊嘛已经转来到台湾，也毋过外交部是强调讲，刘邦迪是因为公务才转来到台湾，两边的关系无问题。总统蔡英文在去年7月出访海地时，海地总统莫伊斯把亲身热情来接机。不过，无到1年，却是传出海地驻大使刘邦迪被要求离开海地。根据海地当地媒体报道，引用海地外交部长约瑟夫的讲法，讲刘邦迪因为一件小代志会变换掉，正有关国家主权问题。不过，海地外交部长也讲，台湾甲海地中间的关系犹原完好。另外，由边媒体指出，刘邦迪疑似甲海地总统无啥爽快，不过也未得到证实。所以第一个是要换大使啊，如果换大使，那就当然邦交还在。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换大使，他那边不接受，那也很麻烦了。邦交国会有期待，就是当你的邦交国少了，那你的援外的预算是不剩下来的可以多分配到。针对驻海地大使恐惊会变换掉，外交部回应，刘邦迪进前是因为公务回国，大使馆由资深的同仁来代理，驻海地业务一切正常，甲海地政府的沟通无问题。刘邦志刘大使呢，他日前是因为公务返国，那大使馆呢，他暂时是由资深的同仁来代理，目前的业务运作是正常，与海地的政府沟通也很顺畅。外交部也强调，驻海地大使刘邦迪是资深的外交人员。工作能力甲表现受到肯定。第2摆派驻海地，除了担任海地大使以外，过去也捌做过驻瑞士代表，也有咱国外交部阿会司的司长。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方澳跨港大桥放弃哦，传出交通部的报告是指出，南方澳大桥并无按照当初的图时间设计冇问题。负责分析提出报告的公路总局是强调讲，因并无外漏报告的内容。交通部是表示讲，这份报告阁还未确定哦，嘛无方便对外说明。去年10月7日倒去的南方澳跨港大桥，造成6个人死亡，13人受伤。当时因为桥体被发现有21年无做建筑安全检测甲维护，互外界惊一个。交通部随即执行公路总局甲外部专家组成分析小组，了解桥断去的原因。这份分析报告已经完成，函报交通部。把那个相关的资讯送上去，那至于怎么判读、怎么去说明的话，可能是部里面这边的权责，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方便。团组分析报告中发现，南方澳跨港大桥无按照完工图来施工，也有设计量深不足的问题，拢影响到桥梁的承重度甲强度。对此，公路总局澄清，报告内容敢若做分析无调查，更加无对外讲这个报告内容。而交通部是证实，报告即阵正送予上级听核中。这个报告确实现在是在部里头，要怎么算？这个都还在程序当中，那核定之后，我们部里头会有惩处，那也可能就送到运安会。这个案子还在我们部里头，还在做程序。交通部讲，这阵报告也未完成核定，无方便对外说明。若是报告核定了后，会重新提出相关人员追究责任加顶数名单，并且会甲报告转予具有法定调查权的宜兰地检署，也个运安会来参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有一间药局传出讲有一个富人人因去买喙暗哦，因为药师伤过无用，甲健保卡还唔着人，这个富人人竟然要求药师爱跪落去道歉哦，引起争议。警方嘛主动来约谈这个富人人，这阿桑是讲哦，伊真后悔，也毋过嘛，互警方依照违反刑法强制罪、告医疗法上班。谢谢大家，对不起，因为我个人的事件造成大家的关心，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我个人深感抱歉。向社会大众下实地感谢关心。带着喙暗，用衫裤甲旗袍甲白的这姓王的药师，进前遇到民众买喙暗，结果还唔到健保卡，就向要求跪落去下实地。事发了后，引发议论。只是一个小小的突发点而已。那我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接受我们的认真和努力。代志是发生在3月10日，一个姓李的富人人去药局排队买喙暗，不过药师真无用，家己健保卡还唔对。虽然有请富人人爱对看卖，不过当时也无讲什么唔对。不过第二天，富人人发现错误，转来到药局，讲药师卖喙暗的方式有缺失，要求伊爱跪落来磕头下膝礼。结果药师以后违规，真正跪落下膝礼。警方伫10时约谈到案，要甲伊送北检侦办。连夜侦讯之后呢，将妇人依强制罪及医疗法函送地检署来侦办。面对民众不理性的行为呢，只要通知警方，警方就会立即到场处理。在代志过了后，药师工会全联会也公开声明，袂搁再宽容相关的代志会搁再发生。我们希望不理性的少数民众可以控管情绪，不要造成我们防疫上的障碍，不要再因为这种疫情繁忙疫情的状态下，而造成有这种不理性，民众有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凸显这样子的状况就好。而他也并不是一定要这位妇人到最后有什么样子的重罪。那药师跟药剂生对于口罩实名制的推动功不可没，希望民众能相互体谅，共体时艰。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健保地药局甲卫生所这实体通路配合政府政策卖喙暗，不过民众买无就真生气，甚至进前也有人情绪不满，乱踢药局的货架。是药师提醒，防疫期间爱请民众互相体谅、理性对待，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一个查甫人，伫3月15日半暝着伤哦，送急诊，医生治疗后哦，感觉伊唔免住院，转去厝里歇困就会使哦。结果这个查甫人是坚持讲伊要住院，搁伫病院大细声，最后嘛是以违反医疗法移送法办。查甫人因为身躯受伤被送到急诊室，医师评估唔免住院，想袂到查甫人开始骂。查甫人坚持要住院，还阁大声骂医护人员，甚至大闹急诊室。警方随着到场，查甫人的情绪才安定落来。我走病啊，
医院有基本流程啊，你马上还可以处理一下。他的部分不符合住院的这个程序，所以他说不满。代志发生伫15分钟点半，10人因为甲人冤家受伤，被送到五彩堂综合病院急诊室。当时医师确认伤势稳定，请伊回去休养。不过10人情绪失控大闹，因为人力已经真正来了，现场还阁有3名需要紧急处理的重症病人。医护人员只好报警，只是伫疫情严重的这个时阵，阁出现急诊室严厉暴力，医护人员呼吁加一点尊重。医护人员在前线打仗已经非常的辛苦了，也不要给我们太多这种无谓的压力。我们都很能体谅民众会焦虑啦，但是事实上，医护人员的焦虑也不见得，只是不能表现出来，也不见得比较少。医护人员讲，防疫期间爱坚守工作费，第一线也阁爱承受真大身心压力，即马也爱承受医疗监狱暴力，就算是委屈也唔敢讲出嘴，只会当呼吁理性尊重。警方也以违反医疗法，将10人函上法办，病院也不排除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的防疫专车传出讲，只有互驾驶喙按摩，佮无手套等其他相关的防疫设备。也毋过外包业者是出面解释讲，车拢有加强消毒，嘛有走每一抓的记录。交通部长今仔早起迈到桃园机场去视察。桃园机场外口的防疫专车司机带喙按对行李箱一个喷酒精消毒。交通部指示桃园机场进前协商，计程车车队甲租车行组成防疫车队，提供对3级旅游疫区国家入境转来必须自主检疫的旅客来坐车。不过有司机出奇，承办防疫专车的庆宾租车私底下外包调度外口司机来开防疫专车，而车顶阁无提供防疫装备，恐惊真多防疫缺失。你也不知道这个调来的这个司机之前有没有怎样的接触史，而且他在接完这组客人后，之后才会再去接他自己的客人，中间会变成是这边因为防疫很大漏洞。所谓的防疫租赁车，它就只是给司机一个口罩而已，没有手套，然后也没有前后的就是隔离的帷幕。在指控的司机指出，袂少司机因为受到疫情冲击，车的贷款交袂出来，规气无风险来开防疫专车。不过，防指控的车行讲，调度来的司机拢有坐车入馆，也加强消毒。因为你们应该也会分到一般旅客。不会，我们现在是专属的，我们不能接外客。这个自由市场，我们也有开放给其他的司机进来加入，收下来的话，我们也有跟他讲上课怎么样去消毒。桃园机场讲，因为欧洲旅游疫情来上升，防疫车队需求提悬，车行临时增加调派车辆。另外也发本地说明，防疫专车受到避免，必须特殊隔离的检疫人员坐台将运输工具来设置。若是透过亲戚朋友接送，也是其他应追踪的人接送，拢是稳准范围。疾管署已经向司机进行卫教宣导。防疫车队司机加载送旅客拢有坐车入馆。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武汉肺炎，全台湾的病院实施门禁管制哦。目前伫病院内底的癌症也是重症的囡仔，为着减少去外地的风险哦，老师拢暂时无到病院内底去教课哦，改用网络来上课。咱做回来看麦。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癌症断医已经2个月，连同学对着电视荧幕和老师讲话，上着数学课。因为过去老师会当直接到病床边上课，受到疫情的影响，病院实施门禁管制。就是在做疗程，那什么时候可以再继续上课也很难讲。但是如果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都可以安排1堂课，这样对他来讲是在心里面跟精神上帮助都会很大。基本在学校可以学习的科目，我们的老师都尽量可以帮忙在床边教学上也都服务得到，所以他们涵盖的科目范围是很多的。我们甚至也有一些才艺的部分，在未来的部分，我们都希望可以引进。为着避免断医的癌症囡仔和学校的生活离上远，病院平常时安排上课时间，尽量维持病童的正常生活。家长嘛当申请病床边的上课，由老师看状况到病院教学。不过疫情愈拖愈严重，改用视讯上课，以分层的概念，由家长陪伫单独的教室上课。当然，你说跟见面比起来，当然见面是互动是比较直接，是。但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它的吸收程度也是还不错。虽然师生之间的亲密接触互动，视讯上课袂当比，不过会当互病童的学习无中断。院方嘛计划要甲视讯上课的课程扩大到社福团体的病童方式，增加因学习的多元性。记者李秀兰、柯建准高雄报道。
为了推广活动，南投县政府为去年12月份开始南投县内底20台副空巴士拢有设置册柜或者坐车行动不便的人会使伫车顶来借册，伫车顶来看册。若属车顶无你想要看的册，嘛会使请司机斗3工去图书馆来借。副空巴士到厝门口口，行动不方便的时代坐轮椅，伫咧亲人的陪同下，准备要坐起来去互医生看。为着互使用巴士的人伫咧车顶袂无聊，也互患者有代志做，暂时袂记得身体无爽快的感觉。南投县政府文化局经过跨局处的合作，为2019年12月份开始释出，互册箱爬走的活动，民众坐到倒位就看到倒位。很好啊，那在家无聊的时候增加一些知识啊，而且那已经就是把这种书在利用。伫咧车顶，什么册都有，包括《哈利波特》的小说、教人讲日语的工具册，也搁有囡仔册。南投县政府即阵有20台的副空巴士，逐台车顶拢有放这个册箱，由副空巴士的运将负责补册。南投县府搁较表示，即阵营运够大，有熟悉的民众可以向运将开册单，请运将到公共图书馆甲斗借册。那不只是可以在车上看，他还可以带回家看，因为有些书啊，它不是一下就可以看完的啊。那看完之后呢，他们再把书放回温馨巴士。南投县社会劳动处也有文化局、各乡镇图书馆等等跨单位做伙推广阅读的习惯，也互行动不方便的人，也有照顾陪伴因的人有机会看册，充实家己，也分享知识的概念，对巴士伫咧县内世界漂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北港有老师教士工要安怎用旧衫来斗的变做一领新衫，士大嘛拢学甲真欢喜，那么做伙来看卖。社区的阿姨大家拢真斟酌在听厝工艺的老师解说，要安怎摕人无爱戴的旧衫绑做卡棒。现代人对时间搁熬打扮，真想买新衫，伫使旧衫的量大增加。厝工艺老师专工去到婚姻馆北港顶的树卡里，甲时代利用人偏喜送的旧衫落去裁缝做卡棒，若够环保，搁增加社区长辈生活的趣味。这感觉足水的，安尼感觉真好。废物利用。咱自保爱布，摕来利用，做起来足水的。阮遮后尾送安尼派出来，大家拢做面子的，讲阮家己做的，总欢喜的。真好，真用，也算人用心安尼做感觉写得到底，感觉足效果拢会出来安尼。这个阿姨本地就真够裁缝，不过无受过专业的训练，制作品的器材嘛有欠缺。但甲厝工艺老师配合，有老师提供的设备通使用，长辈搁按老师遐学到真侪新的知识，对裁缝是愈有兴趣。长辈本来就有这个缝纫的那个技巧啦透过这个课程呢，我们买了一些设备跟那个器具让他们用起来觉得更漂亮也很专业耐用用起来很开心。老师甲长辈回收废弃物，搁再改造，保守环境，因为课程趣味，致使时代愈爱学习，互因的生活更加精彩有活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德山的竹仔是真出名咱来看一位在地工艺家苏素玲，伊甲传统的竹编做变化，变出伊真有个人风格的工艺品，有实用的物仔，嘛有一寡大型的艺术品伊的作品嘛常常受到邀请到国内外去展览，咱嘛做伙来欣赏。用红色甲青色的竹仔条配出侪多样变化，创造立体空间。这是工艺家苏素玲的新作品。伊对日本时代老师傅学传统的竹编，经验超过20档。伫个手里，竹仔条会当真做是细开的篮，嘛会使做碰椅这款大项的家具，甚至是大型的艺术装置等等。我是学传统的出身的，竹编其实你要堆叠很容易的，但是后来我是走比较减法工艺，我一直在退，我想要从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这种繁琐的里面，我怎么样去找到很简洁的东西，呈现它的美感。伫竹仔的故乡德山大汉，苏素玲自细汉都爱摕竹仔来耍。伊讲要做大汉的竹编真简单，不过要安怎甲现代美感、甲传统的工艺夹做伙，都要开较侪功夫来研究。这款简单的美感，嘛变做是伊的特色。
那刚好又遇到97年、98年的时候，公益中心它有用一个艺品牌设计师跟公益家合作的一个艺界联盟，那这个东西设计出来都会到欧洲去展览。第三年，这个产业真发达，所人成功运用地方的特色，摕到大大小小奖，嘛到国内外展出，甲第三年这个展现伫世界的舞台顶悬。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的总围有一个饲牛的农民石国元哦，伊拍拼推广耕牛的文化哦，嘛希望少年的一辈台湾人会使来了解咱的传统。一礼拜的台湾新眼界，特别带大家来看伊甲牛的故事。时代在转变，铁牛取代金牛，牛的形影伫农村消失去了。台湾甲牛的感情真深。牛头市的负责人沈国元本来伫咧淡水卖佚佗物仔，这几年转来到宜兰总围饲牛，伊的牛、赤牛、加水牛拢总有10几只。伊的好朋友高一兴本来伫咧中华溪州饲牛，即马嘛甲牛牵到总围做伙做田。伊饲的牛拖拖甲拉拉，真够做事。有的牛吼，伊无想要配合你。伊怕死，我爱配合你，就不爱配合你。那是第一头牛嘛，那它算比较可怜，有点算是一种实验的对象嘛，就是我们学习实验的对象。我也不会，他也不会，所以我们两个都是从头开始，就慢慢摸索。那难免会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可能这个错误的方式就会造成我跟他的冲突很多。透过一届又一届的错误，一遍又一遍的顶来，虽然艰苦，嘛爱甘愿做，这是台湾牛精神。专门研究牛颈文化的区恩辉老师讲，会当为清朝讲起。在汉人对中国来的时阵吼，当然开发一定爱有牛啊，所以当初是吼，是对中国引进牛啦。后来荷兰人来吼，因对迄个印尼进迄个水牛啊。伫高雄、台南吼，伫遐放牛食草，吼，迄阵叫做牛头狮。中心设立牛头狮的负责人沈国元讲，望保存金牛文化，互少年人会当认捌家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哦，13开始，今年嘛已经第7年咯，有46出国内外艺术纪录片来参展哦。今年嘛增加行为艺术的单元。为了防疫，观众的座位是采梅花座哦。入场的时阵嘛爱磅体温，嘛需要挂喙暗甲消毒。等于从迄个开历史的线拢甲真正嘅研究这个藏中史。老师傅讲到布袋戏的故事，这出记录布袋戏100年发展历史的光明伫奖上，是本届2020年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的开幕影片。手中的昂啊传给他的学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非常的感动。是敬神的偶戏，在文化教育上做了一个生根发芽，那我非常的惊艳。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这届以创造真存在主题，准备46部国内外艺术纪录影片，其中受到欧洲文化艺术界肯定的国内导演崔光武，更是用行为艺术的影片，受到真侪人的注意。新南向政策，我们只喜欢市场，我们只喜欢人家便宜的劳力，我们有想过他们的文化吗？啊，那类似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议题，正是这个影展一直在思考的，让观众去了解说什么是行动艺术。那这次的话，其实我想大概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来厘清一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觉得他的作品都蛮有趣的，然后所以就想说这次他有啊，然后就想说再来就是看他的作品。这届影展为3月13号开始，一直到3月29号。逐礼拜5、拜6、礼拜，拢会伫嘉义市文化局演讲厅内免费放映。主办单位表示，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除了会加强入场民众温度测量、甲酒精消毒以外，民众嘛安排梅花座，维持室内通风，降低疾病传播的可能。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今年屏东的彩灯节有真侪大型动物造型的高灯哦，灯会结束了，这个高灯嘛搬去屏东公园，暗时点灯的时阵，就亲像那阵一个大型的动物园，咱嘛做伙来欣赏。各种动物造型的大型花灯，伫元宵节迄时真受小朋友喜爱。为着物尽其用，这款动物花灯要搬去屏东公园，希望把这个100年历史的老公园点火光。因为屏东公园是一个100年公园。
那很多屏东人的记忆跟回忆都在这个公园里面。那刚好这次的彩灯节，我们就是以动物造型为主的一些灯饰，那希望这些灯饰它可以再被回收使用。很受欢迎的一些动物的灯饰，例如说猩猩啦，等等长颈鹿啊，然后河马啦、狮子啊，像这些动物都会用大迁徙的方式把它移到屏东公园。灯会上真受欢迎的星星、麒麟鹿、咸狮这挂花灯，最近已经小连续刷去公园各个角落。也有新的动物朋友出现在屏东公园。那也为了配合全中运的宣传，所以之后呢会再增加几组比较有趣的一个灯饰，例如说非常缤纷漂亮的孔雀的灯饰，那也会有个全中运这一次的吉祥物那只伯劳鸟。早年屏东公园就亲像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到公园看动物是侪侪屏东人的儿时回忆。县府望这寡动物花灯会使让屏东公园变成夜间的动物园。按算2月底点灯，邀请大家同齐来踅这个无同款的动物园。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政府甲民众为了要对抗气候变迁想要好好来利用水资源，有墨尔本的学者就甲暴风雨挤出来的水捡起来，互学校会使唔免烦恼欠水，省钱又搁环保。无人机伫天顶甲墨尔本大学的一个角色翕落来，青翠的门口顶，学校了看起来有够水。这是墨尔本大学的环境甲森林科学院，教授所用的方法其实袂讲真复杂，就是伫落雨天的时，甲雨水保存落来，包括踮厝顶装排水管，互水会当通到保存的水槽啊。安尼伫咧需要用水的时，就袂无通使用啊。We've reduced our water consumption by a third in this house. In about 95% of rain events, we have no runoff from the property at all. 墨尔本是这个大墨尔本地区20外个城市的其中一个，因伫环境政策执行嘛真拍拼。几当前，规个市区就开始大规模推测用保存的雨水来压公园的花草等等的用途。伫咧真有名的公园内底，嘛设真侪收集雨水的地下水池，佮设计水道，或者雨水会当送去中央保存的水槽啊。较特别的是，因所设计的分池有风水闸门，一来是惊讲伫咧落大雨的时阵会超过通保存的水量；二来是要甲有盐分的水冻掉咧，会当流到系统内。另外，就是这个系统过滤水的方式，唔是靠化学的药剂，是靠这个花草甲土吧。In stages, the water fills up the garden bed and gradually soaks down through the plants and soil. A biofilm on the roots of the plants and sand removes nutrients like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学者讲，这个保存雨水的系统结构甲科技拢无讲真复杂，上重要是要执行的人爱通接受安尼的观念，才会使兼顾省钱甲环保。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对咱人的生活是影响愈来愈大。澳洲的智库伫3月初就发表报告，指出暖化影响互澳洲的热人是提早，时间阁比寒人长2倍。另外一个组织嘛指出若是无赶快紧想办法来减慢暖化，旧年底澳洲树林大火嘛有可能会阁发生。澳洲民众生最近天可能会愈来愈定看到。当地智库初日发表报告，澳洲热天愈来愈早来，嘛愈来愈晚结束。And what we found is summer, as we once knew it, is occurring much earlier than December and is finishing much later than February. 澳洲协会统计1950年甲1960年代拄热天的平均温度，这个过去20年比起来，反热天平均延长1个月，冬天则是减少3礼拜。影响热天是为12月份到2月份，即马提早到11月上，或者是11月中就开始，3月中才结束。若是看过去5年数据，热天时间比冬天加2倍。If we look at just the last 5 years in terms of heating compared to what it was mid-century, then summers are now stretching out to be twice as long as winters. 热天变长，冬天变短，和危机相关。澳洲协会就指出，烧热打扫天气可能引发野火，冬天减少嘛影响野火预防工作。另外一个研究单位世界气候归因组织分析了后，测试个指出，气候变迁和澳洲极端野火发生机会提高30%。The 30% is the lower bound, so it is at least climate change has made this event at least 30% more likely.
研究者强调，若是无减少烧化石燃料，或者是互全球暖化变慢，野火或是其他极端天气会更加常发生。若是人类无积极作为，去年野火烧掉澳洲1200万公顷，差不多3个台湾大的山林，害死超过30个人，加11个动物死亡恶梦恐惊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一份好天，早暗会较凉冷哦。明仔载温度就会开始回升咯，好天气会一直到拜三哦。也毋过爱特别注意，中部以南哦，空气的品质是真无好。做回来看今仔的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2度；环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